啦。稍了做。哦。来啦，谢谢。首席。好球。我们最后，我们请我们的那个丰田会长为我们做结语，谢谢。对不起。大家好，我是第37届台北医学大学，我叫做丰田智慧。那今天很高兴，第一个先感谢这个蔡副代表提供我们这个很好的地方，然后很丰盛的
食物给大家哈，那还可以表演这样子哈，很感谢，谢谢。感谢这个刚好哈，那个王立伟参加，谢谢。最重要这个陈董事长，谢谢。那个就是其实那个我们音乐会哈是没有董事长去年来参加我们的那个总会的话，也没有不会实现的。那时候刚好讲一句，我听到想说，惨了。再来是我们北艺要办哈，那怎么办？因为我们 Corona 期间这个没有办这个音乐会，已经没有办4年了。那他突然讲一句，然后就变成我来负责这样子。然后谢谢那个张副校长，谢谢。这次哈那个因为很感谢那个北艺庆生合唱团，还有那个校友们，那个我是以大家为傲嘛，因为那个我在北艺的时候，那说那个庆生合唱团跟别校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那个合唱团，那因为我们的合唱团的水准一直都很高，所以我是那个以大家为傲这样子哈。然后希望这个礼拜天我们有这个音乐会，那虽然今天只有三首，已经我们很感动了哈，但是呢，当天可以唱了很多首唱了1个小时。然后我们今天是第1天的活动，那个我们明天、后天，然后大后天都有活动，那请大家多多帮忙。然后这是尽量这个这个4天哈，这是尽量你们发挥你们的那个实力，然后再唱给这个日本人，这样子好不好？谢谢。